拢无心拢无，我无心拢无对。啊，所以，我甲情况哪里见过还是哪样子？你讲，你看这新闻上新闻对不对？咱就是看到空气可能讲头到下这空气一结束，大概还有1天那安静比赛啊。一年没有出来开工，疫情竟然都是好今天，安利太阳这个选举出来开工，本身自己信和相信吗？对吧？家庭爱国，囡仔爱国，爱生活，咱过一天再来讲，这当然这是做大家努力的，到我们家就干嘛去？咱是讲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咱既然信和相信，咱是。但是呢，那真正到甲互咱被选择是一个时阵，那需要咱互咱选择啦，咱要选择是啥？对不？咱想谈的就是要互人靠真正亲情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达到亲情，讲国际天下可以谈亲情。现在不要讲亲情了，可怜啊！欢乐，对不起。所以你知道，这题外话是咱有时啊，接着一寡在生活当中，可能是种心情的体会，这一方面的感觉，这一方面会比较健康。有时啊，真正那前提较少。因为我老实讲，所有一切的经典，无论是三东、北京，过去我到现在所为，无论这一本讲到尾来，都出来开始高的，就是要互咱安怎样？要咱安尼。他们是安尼，没有人看过这些，人家讲开玩笑就是年轻变形，所有经管所有心理中心所讲的到位，没有人开过这些。他都开过这些，来讲，如果掉，如果你一样，所有的钱迁入了，所以在不行的得到了才达到亲情。那既然的亲情。要应付这个呀，你反正说开始就是干嘛？你开班的时候，那跟咱那个没法做我还有帮助的。你讲你讲我哋讲对迄个讲热透对个，讲迄个热透讲迄个就是当老师啊，一个老师表一个，讲5000万拢管出，因为你来电视讲2条拢管出。到底是5000万里面都有差，他都没关注的，这些爸爸都50天往上翻，对不对？我就告诉你啊，对你来讲，5000万那你交我费，他们我嘛，对个人来讲，我对啊，因为这个关注你啊，5000万嘛是不是对嘛是关注，对于个人来讲，5000万我干你，5000万那你帮我差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很多问题，那就是，咱就真正来想到5000万，咱就拢无差别，咱就在亲情，较少人5000万，咱就比较的亲情话，对于亲情啊，所以家人讲到，希望若无关系吼，是要做一条路，讲去用冲啊，去用讲，你要走去注意，迄个用冲啊，用灾那搞你有哪些，对无？当然，在放在哪里边，那应该就从哪来的方法，哪里有一个他们大小头、新闻小头、北极小头的地方，就是开始。没把它放完开啊，那在前面放人家这个人不一样，对吧？所以里面当中呢，它是比较快。那么我们这方面的必须为现在为什么贵人？做出性前都来讲，用难打，咱的心也不对。
是看看是什么，所以呢来说，有用，有地，有天，所开心出来的就是好好的把大家做环境再来做这种对待，那你比较明白，然后帮我们找去点下来变成点下。嘛，讲十八地界，其实讲只有十八地界，有无？有无？是啊，就这样。咱南方有呢，我们讲了有以前小人看第二个，所以新鲜是可以搞新就可以看，但是我们给大家新鲜地位将，你看，按照新鲜地位将你看，新鲜地位将，我做了一时千金。一时要千金就是一时结婚，一年千金就是一年婚，十年千金就是十年婚，一世人千金就是一世人的婚，婚就是因为姻缘的千金，所以才来做婚。咱就是以两面千金，按两面相中，两面。甲车按两面未卖，所以咱有咱家的两面中心，按两面来结婚。所以咱就做好，为求作婚，不求离婚。离婚咱基本上是人谈婚，对不对？咱是人谈婚，那我会解释。所以咱做为求作婚。要成就是鉴定正当啦，要真正想到时间不准，就是啥这种。所以现在过去人咧讲句话，哦，新天寒灯，风得是种安尼，对的，那这都是啥呀？这个三是我靠你两才，因为这主心当中老高不稳，这样就是就是第一个主心都无一样，主心无会改变这种点啊。咱哪个都达到主心都无，伊会当对这个事情。小数科的，它都是这样到学习开发的。所以咱就是无法度用啦，遇到啦，做做规矩，做不提离婚。所以咱这个是不做婚，不做哪个离婚。所以咱家里天气搞清楚，你家里开心，但是这个活动嘛是定时定额。嘛是定时定额，只不过是讲一部分人讲，哎，